台中伫今早起有一台私立中学的校车经过太平中山路的时阵，撞到一台电动奥多摆，这74岁妇人当场死亡。下晡1点外，伫咧西区呢，有对台北驶到台中的通联客运撞向头前撞到3台车，造成1个人受伤。市长罗秀燕也宣布讲，这公车大执法专案会无限期延续落去，一直到改善为止。这台白色的中型巴士开伫路的头前有2台机车，因为这台巴士却是向阳去撞到道边的这台电动机车，造成74岁骑车一阿桑当场死亡。27早时7点外，这台私立中学委外校车，当时是沿太平区中山路一段往2段方向开去，不过却是甲头前电动机车来相撞，家属赶来实在是唔敢相信。我也不清楚，我在上班，他们都通知我说我妈妈出车，我就赶快来了。现场明显死亡，未就医。本分局已调阅相关影像厘清，谢姓驾驶经酒测为0，后续将呈报本局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。另外，伫27下晡1点外，一台对台北开到台中的通联国道客运，开到台中市民权路甲中华西街口时，市场的司机敢若无注意头前的路况，结果向前对撞到另外3台车，也造成这个上头前的客停车内底一个人客受伤送病院。因前方的路口车流较多，双方于上述时地发生碰撞，试车驾驶的呼气酒精值均为0。对着这群大客车电台传出意外发生，台中市已经启动为期3个月公车大执法。市长罗秀燕27早起也到路口来了解执法的情况，并且宣布来加强执法。从前天开始执行的台中公车大执法专案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，直到改善为止。尤其是不礼让行人的话，我们都会重罚。罗秀燕讲，除了第2底进行完成，全市1300台公车时也辅助系统安装，也强调公车司机要有良好开车行为，经由执法加再教育方式来确保道路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